but he brought me in. Oh, his love for me. Oh, his love for me. Who the su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Free dust, he has ransomed me. His grace runs deep. While I was a slave to sin, Jesus died for me. Yes, he died for me. Who the su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 am chosen, not forsaken. I am who you say I am. You are for me, not against me. I am who you say I am. I am chosen, not forsaken. I am who you say I am. You are for me, not against me. I am who you say I am. I am who you say I am. Who the su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Who am I that the highest King would welcome me? I was lost, but he brought me in. Oh, his love for me. Oh, his love for me. Who the su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Free dust, he has ransomed me. His grace runs deep. While I was a slave to sin, Jesus died for me. Yes, he died for me. Who the su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Who am I that the highest King would welcome me? I was lost, but He brought me in. Oh, His love for me. Oh, His love for me.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Free at last, He has ransomed me. His grace runs deep. While I was a slave to sin, Jesus died for me. Yes, He died for me.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 am chosen, not forsaken. I am who You say I am. You are for me, not against me. I am who You say I am.咱要敬拜大神，请咱把手机啊关于静音，还是甲关掉，较袂影响到整个敬拜的程序。大家平安，咱互相来请安，咱互相来请安。咱做伙来读，咱做伙来读这个诗歌的歌词哈。来，咱做伙。既那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既那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若水泉。既那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既那我靠耶和华，一切咒诅要拍破。既那我靠耶和华，一切的咒诅要拍破哈。咱来做伙用既那我靠耶和华的诗歌敬拜阿乐咱的上帝。心要充满，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水泉。我靠耶和华，我的心要充满。我靠耶和华，一切咒诅要拍破。欢喜来到主面前。
心门来了时，我们欢迎来到主面前，伊都唱歌学了主生命，伊若我可也和我，伊若的心要充满，伊若我可也和我，主的福气那最大。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了时，我们欢迎来到主面前，一个主过了主生命，我们欢迎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了时，我们欢迎来到主面前。咱做伙来读诗篇18篇的第6节，咱做伙读。我伫困难中祈祷上主，对我上帝有求，伊伫伊的言内听我的声，我伫伊的面前会困求，有入伊的耳孔。今早起咱来到主的圣殿，让主来承认咱过去的。咱真侪所在的困难甲软弱，求主啊，赦免咱有意无意来犯的罪，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阿罗你。阮也谦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也要向你来承认阮的软弱，求你来光照阮的行为、思想、意念、言语的过犯，求主你来赦免阮有意无意所犯的罪。主啊，求你赐下恩膏来帮助阮脱离俗世的罪恶。求你来听阮的祈祷，洗净阮一切的不义，赦免阮一切的罪，互阮对罪恶中的捆绑。来得到透放，心灵得到自由，伫基督内面有喜乐有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接续医治甲透放的祈祷。咱有时咱的身体软弱，有时咱身体欠安，需要来医治。咱即时将咱的手放伫咱无爽快的所在，是就是心脏血管，也是咱做喉咙，也是咱做的部分胃同款。咱将咱的手来放伫咱无爽快这个所在，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阮即时要来邀请你，成做你阮灵、思想、情感以及身体的主。阮也将阮一切忧闷来交托予你，因为你是阮身心灵的主，你是阮患难中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患难随时的帮助。当阮有困难的时，阮来到你的面前，你一定要赏赐平安来予阮。你知阮的身体软弱，常常病痛来试炼阮。阮有时阮年纪增长，体力衰退，阮也有时因为意外。来破病，唔知安怎是好。但是阮深信，当阮有困难的时，来到你的面前祈祷，一定会得到你的帮助甲安慰。阮相信你有医治的能力，但是主你有主权，阮只有顺服伫你的面前。愿主照你的慈爱恩待阮，互阮得到透放，得到医治，早日来恢复健康。求你互阮恢复健康了后。会当来参与你的服侍甲敬拜，来荣耀主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接续咱来为着主日的守望来祈祷，为着今仔服侍人员同工
求主来允果，互因的服侍搁较有开力。要为着教会牧区甲小组的调整的规划进行顺利来祈祷。最近咱的牧区小组因为当牧师来，咱积极来做牧区甲小组的调整吼，来毋茫每一个人拢会当参与伫小组，会当每一个小组长拢会当来蒙用这主的用棍，结连伫主的内面来结出丰盛的果子吼。第二，咱来为了教会事奉部社会事工来祈祷，借着上年团契生命教育协会大学的服侍，来进入这个社区，会当尽力来听人，施比受更为有福吼。再来，咱为了第三组来祈祷，区长是我本人甲陈敏哲，小组长是端荣执事吼。因要祈祷代祷的事项是求出来圣灵来带领，未信的厝里的人早日来领受主的恩典。第二，为了身体病痛的组员，求主你来医治，信心互因坚固壮胆，刚强壮胆。求主带领组员稳定的灵修，小组的智慧，灵命得到成长，为主所用。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天父上帝，阮将今仔日下早所有服侍的同工来拥护你的手中，求主你赐予因能力甲力量。阮也为了教会牧区小组来祈祷，阮也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你为了迦南教会分别设立小组，互阮的教会真济兄弟姊妹来到主的面前，伫基督内面成做一体，互相联络成做肢体。主啊，带领阮各小组拢会当伫耶稣的听甲教训内面，成做合神心意的小组。你基督内底彼此连结，彼此相听，彼此建造，结出丰盛的果子。阮也为了教会事奉部门社区福音来祈祷，求主啊帮助阮看见社区的需要，祝上面的应用力，甲祝福进入这个社区。互这个社区会当接受到主你的福音，认捌耶稣，互这个福音会传到每一个角落。求主你帮助双联大学甲生命教育协会所做的事工，求主你互因更较有开力。主啊，阮只是也要为了第三组的迷信的人、会厝的人来祈祷，求主将悔改心赐予因，互因愿意离开因这个偶像，归向真神。求主啊，坚固每一个组员的信心，互因无累志祈祷，主要听因的祈祷，全家要得到救。求主啊，带领组员因的灵修，小组的智慧，灵命得到成长，为主来所用。也要为了第三组所有白听的这些组员，求主你的怜悯，恢复因的健康，赏赐因有勇气甲信心来度过这个挑战。阮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最后，咱来用主的名来祈祷。阮是天地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公义，你的旨在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是今仔所愿，下面阮无，亲像阮下面无阮的人。我哋朝阮你日子，就叫阮快乐的日歹。因为国、权、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咒詛的人。即款人会受上主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10首，正我点睛对找主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我点睛追找主上帝，观看宇宙可定奥妙，包含全世界，奇美丽高深浩海，创造可定完美世界，咸要有别人来听手那的声。青草坡，现在的水量从未吹，回家的饮食，学录音的造物主，创造无限奇妙世界，咸要有别人，是我充满快乐，主上帝。伫你面前，福气伸出，因是我落你，眼挂山，用你观念，受感动，拍落来跪拜，心充满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夜目看见你所创造的星星月亮。太阳、日头，阮知你是掌权世间的主，阮主心伫你的所在，降服伫你的面前，大声学录你的权能。主你是永活的上主，阮要高举你的名。上主的听，长、看、悬、深，你所保护的子民，我靠你的名，徛起伫逐所在。无论阮拄着病痛、患难、啼哭的事，阮知上主是阮的医治，是阮一生的帮站。伫你以外，阮无别项通夸口。主你讲忧伤痛悔的心，你无看轻；劳苦背重担的人，会当到你遮来。主你是阮的大牧者，阮是你草埔的羊群。你互阮听见你的声，听见你救恩的话，听见你真理的话，互你的囝儿毋若是得到听的把祝，阁有真理的装备。互阮靠主的名伫对敌的面前徛在，互阮靠主的名诚最有影响力，对主的名有热心，通有份引带人来到主的面前做伙敬拜，这是啊暖了福气的事。阮的性命得到换新，阮的所做所讲有主，互阮做模范，互阮学主、跟对主。教会是你所设立的，为着要互人来明白你。通过教会牧养，互阮伫处事的中间来明白主的心意。你创造每一个人无共款，求主帮赞阮通过你的心意，你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的好。伫教会调整更新的时阵，阮要对着阵，因为甲主做伙行，甲主同在，是阮一生上毋忘的事。阮当心伫阮伫主的面前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伫信息后面，启应文第53篇就是弥迦书第6章。启应文53篇就是弥迦书第6章。我着带生命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减用小法者，也是满岁牛仔来就近伊。上主减袂欢喜千千只公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油。我减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为着我的罪，献家己所生的囝。人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上主要求你的就是这声，着实行公义，心存慈爱，
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咱来请第一区的兄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上帝有情，人生有梦。上帝有情，人生有梦。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耶利米书50章第6到第10节。耶利米书50章第6到第10节。我的子民变做失迷的羊，因的牧者带因行迷路，互因踅入去山内。因对大山行到小山，找无家己的羊条，拄着因的要甲因吞食。因会对伊讲：阮安尼做无罪，这是因为因得罪上主，就是因真正通安息的所在，嘛是因列祖所毋望的上主，着离开巴比伦，逃走脱出巴比伦人的地，亲像山羊港行伫羊群的头前离开。我要发动北方大国的联盟，
做伙来攻击巴比伦，因要拜真正宫，甲巴比伦城攻破。因的钱亲像咬射钱的人所射的钱，逐支都射着目标。巴比伦会互人抢掠伊的，拢抢甲心满意足。上主安尼宣布。来，请本堂担保书来讲道，伊的题目是袂当定罪的时，袂当定罪的时。请咱同心来祈祷。天顶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主日搁一摆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也引带阮伫过去一礼拜的生活甲徛起，也感谢你，逐工赏赐阮有话语，你的话语，互阮会当来听谈，也会当来学习。搁一摆通过上帝你所讲的话，互阮搁会当来听，会当来清楚，会当来明白，也互当来遵探上帝你的旨意来行。安尼献上阮的祈祷恳求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今年1月总统选举了后，迄暝我就去甲几个亲人，甲因去爬山，爬即个中央山脉。即个爬山的中间，因为足久无爬山，所以我体力对袂着因因拢行足紧的，迄拢是大学生甲研究生，所以我就落单，只有4个人。所以行到一半的时阵呢，就找无路，因为即个路实在蛮捌去过，嘛毋知影讲即个爬山甲我少年爬山，无共款的所在，所以迄个所在真凄昏哦。所以伫找袂落的时阵，找无落的时阵，讲嗨啊，即摆毋知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毋知有法度落山无，所以就摕手机起来，自己拍了一段影片。然后讲我真正袂当没有办法下山的时阵呢，就要留下这一段记录啊，所以来看这段影片啊。这拢是咱的台湾高山建筑啊，这个建筑拢比人较悬，真正毋知路生伫倒位啊，所以就是伫即个建筑的中间安尼来找路，就是讲嗨啊，找无路啊，结果来到这个所在，开始开看，然后看到旁边有绑路标，讲好咧加载，找到路了，就怎样往这个路标的方向去找，所以要拨开那个建筑，甲伊拨开，就看到讲。原来路伫生伫这个所在，所以本来要拍照要录影留言后来就没有留言，所以感谢主安尼甲我救出来，但是迄届爬山4天迷路4次所以真正是爱做真好的准备安尼，总是伫今日，咱睇这段圣经中间，讲上帝讲我的子民变做失迷的羊。因的牧者带因行迷路，上帝百姓嘛是亲像安尼伫山顶，互因带入山，互因登入去山内，因对大山行到小山，找无家己的羊条。人生中间，也是社会中间，甚至国家的中间，嘛即个找无路，毋知要安怎向前行，就算讲想要行，但是毋知方向伫什么所在。上帝伫今日这段的圣经，嘛是咱今日新眼光再去灵修做伙所读的。上帝大声来对住伫巴比伦遮的百姓讲，要离开巴比伦，逃走脱出巴比伦人的地。为什么上帝爱因遮的百姓来离开、逃走、离开巴比伦呢？咱就要对圣经来看巴比伦伊的历史。伫圣经的历史中间，咱看到有7个世界的遮的强权霸权。对一开始，咱看到是伫埃及，即个主前3100年开始，即个埃及即个国家因的即个强权，然后伫主前900年开始的即个亚述帝国来称霸。主前608年，即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继承伊的老爸，开始一个新巴比伦帝国。然后主前539年，这个巴比伦帝国并无维持真久，只有70年左右。然后就是波斯帝国进来承接，成做世界的强权强国。然后过200年以后，变做是希腊帝国起来。然后希腊帝国搁较短，只有短。总是亚历山大活真短，但是伫主前27年，就是耶稣要降生出世的时阵，是罗马帝国成做世界的霸主。
纵使罗马帝国维持1000年，第15世纪的时阵，这个罗马帝国嘛是毁灭瓦解，然后就是对欧洲15世纪，对北美洲17世纪，咱看到伫圣经的中间所有言。然后咱咧想讲，安尼1、2、3、4、5、6、7，请问敢有第8？嘛唔知影，但是有人想要起来做第8无？做这个世界的强权呢？伫即届即礼拜美国的总统的选举，咱嘛看到为什么总统的选举遮尔紧张？因为美国伊嘛一直要保持维持伊伫世界强国的即个地位，但是伫中国嘛一直想要起来来取代美国，做世界的霸主。大家拢想要起来做即个头，做即个王，做即个领导者，要来领导即个世界，要伫即个世界留一个名。总是圣经，互咱看到对巴比伦开始落来即个路线，其实是上帝一个，互咱看到一个系统。但是另外有一个系统是上帝的国，是甲即个世界所看的是无共款的。这是圣经要互咱来了解。所以通过耶利米书今日50章看到讲到巴比伦的毁灭，咱要来思想，要来学习。到底伫即个世界上，在历史上，在强权强国何去何从？因要对倒落去。伫开始，咱看到巴比伦伫创世纪就已经来出现。创世纪的第11章第1节到第9节，讲到迄种时天下的腔口甲语言拢共款，但是伊当边来牵线，就是即个拿大水以后，一群人因伫西拿地。发现一片的平原，就伫遐做来徛起。因伫迄个所在生活，参详讲来，咱就来做针仔烧头。因就用针仔来代替石头，用点仔架代替火头，然后就来起一个塔。伊讲来，咱就起城来做塔，塔顶烫天，互咱出名，才免咱四散伫全地啊。所以巴别人，因伫迄个巴别的所在，即群人起一个塔，叫做巴别塔。即个巴别塔，因已经找到方法，伊会当用砖啊，用土烧做砖烧钉，代替石头来起塔。即个塔呢，要比101较悬，要烫天，因为因要出名，因无要四散伫全地。总是即个巴别塔的事件。互咱知影，上帝最后用变乱口音、变乱因的语言，互因大家要参详做伙要做的代志袂当成，所以互因无法度遐尔紧，要爬到天顶，要爬到上帝头壳顶。所以咱看到巴比伦的前身就是巴别塔，巴别塔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人想要爬到伫天顶，要爬到上帝头壳顶。总是上帝用变乱口音，你这个人搁较敖，你敢法度讲3种的语言、5种的语言，你当领导一个国家，你法度领导全世界的国家吗？无共款的语言，所以上帝互人通过语言，伊才当限制伫一个范围的中间。总是来到今仔日，咱看起今仔日语言搁一摆，全世界大家都即摆拢爱学英语，会当用语言。来用英语会当来真紧就来沟通像即届川普当选了后，咱看到电视台在转播直播即个川普当选的画面时，你看到迄个新闻台嘛用即个 AI 的翻译，互伊川普底下咧讲英语，但是咱看到电视就马上翻做中文出来，翻做中文出来。所以有可能上帝变乱人的口音语言，总是通过科技现代人有可能搁等到伫迄个巴别塔迄个时代，全世界人有可能互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一小群的人，因就当来控制全世界，因要出名，因要起一个塔，这个塔顶要烫天，要为家己出名来立家己的名。然后咱看到即个巴比伦伫创世纪，互上帝变乱口音了后，总是来到伫北国、南国，甲南国要灭亡进前，但以理书，咱看到但以理已经第一批受了去到伫巴比伦。伫巴比伦迄个时阵，巴比伦王做一个民望，即个民望伊望着足严重、足重要的代志，但是望醒了后，
伊毋知影发生啥物，伊嘛袂记得伊的梦，吼，这是后礼拜咱要来分享的但以理书。但是呢，伊就叫全国智慧人来甲伊找出伊到底梦啥物物件，然后即个代志是要发生啥物代志，无一个人会当回答，只有啥物人会当来回答？但以理。但以理毋但回答伊所讲出来的梦，甚至将即个梦所代表的意义，拢甲伊解说出来。伊讲王啊，你所梦的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像，即个像呢，吼，伊的头壳是金仔做的，伊的胸坎金甲头是银做的，伊的腰巴肚吼是铜做的，伊的双骹是铁做的，然后到伊的骹底是土甲铁掺杂做伙。然后，即个真大的金像，吼，尾啊有一粒大石头。即个大石头对天顶结落来，结到即个大汉人的骹底。然后，即个大汉人对头到骹就拢散去，吼，拢亲像风就散去。然后，即粒大粒石头变做一粒大山，大到看满全世界。然后，但以理就甲王来解说讲：王啊，你就是即粒头，你就是。尼布甲尼撒，上帝已经调你做即个世界的王的头，然后对你开始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甲罗马帝国，拢要照上帝所定定的预言，安尼一路来发展。但是即个帝国，人对头到骹底拢正形了后，有一粒大石头。对上帝遐来，天顶遐来，要来结喙，吼，即个大汉人的即个头，即个像，即个大粒石头，虽讲但以理书无讲真清楚，但是咱读到新约到启示录的时阵，就知影即个大粒石头所代表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来对天降临，道成肉体，伊要来建立将天顶的国带到伫地上，要将地上的国，吼，所起起来即个大的像，对头到骹要完，对骹到头要完全来毁灭。所以上帝伊的国要来赢过地上的国，天顶的国要来赢过即个世间的国。好，所以请甲咱隔壁兄弟讲，上帝国要赢过地上的国。上帝国要赢过地上的国，所以伫圣经中间，伫旧约，吼，伫即个南北两国要灭亡的时阵，上帝就已经来预言讲，上帝国要临到，要取代地上所有的万国、所有的万王。将即个像去互即个大石头结喙了后，一阵风吹来，所有遮地上的国风烟消云散。拢四散，拢无剩半项，总是迄粒大石头变做一粒大山。即个山大到将全世界拢来砍掉、砍满。这就是上帝互但以理所领受即个异象。然后即个记载就真正对巴比伦无到70年就灭亡，然后就是波斯、希腊、罗马。一直到今仔日，咱看到即个双骹，就是伫欧洲，甲伫即个美洲，就是欧盟，甲遮个美国，然后到即个骹的枕头啊，就是即个世界规个地上国的王，即个形拢要完全出来啊！但是完全出来了后，所代表是啥物？代表上帝国要来啊！像佮甲你另外边啊，另外一个人讲，上帝国伫要来啊！上帝国。其实毋是上帝国伫要来，上帝国已经来啊！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天国已经建立，上帝国已经伫咱的中间。咱看到即个巴比伦呢，对古早的巴别塔，到即个金像的即个头壳，总是即个巴比伦伫耶利米书，咱所读的明仔载会读的51章，来形容即个巴比伦，伊是亲像酒醉，啉甲酒醉，永远困袂醒。讲到即个巴比伦，伊随梦爬上天，要去巴别塔强化因的堡垒，总是上帝犹原要找毁灭者来毁灭巴比伦。上帝讲到即个巴比伦，因不管是贵族、智慧的人、总督、官员、勇士，每一个对头到尾拢啉甲酒醉，永远困袂精神。然后巴比伦会亲像安尼，这是但以耶利米最后一段的预言，伫即个51章的60最后一节，讲到上帝爱耶利米，将即本册早去巴比伦的河边，互伊沉落水底，巴比伦嘛会亲像安尼沉落去，袂阁兴起，
人民嘛拢亚善，因为上帝要降灾祸，互这个地上的国，所以对头到脚，这个地上的政权、世界、万族、万国，拢要安尼来毁灭顶落去。总是对天顶来上帝的国，要亲像一粒挂彩金子，对一粒安尼足美势开始，但是要变做一丛大树，全世界的人拢要来停伫迄丛的树的顶悬。巴比伦过去真出名，伫古早的时阵，迄个所在无亲像今日咱所看到迄个情形。巴比伦过去是好山好水，是一个真肥真水的所在。伫迄个所在，因让真侪人住伫两河流域，好人文明的发源地。因伫迄个两条河的中间，因伫迄个所在来起古早真出名的空中的花园。因伫迄个所在来起巴别塔。检采伫迄个时阵，因就起一个塔，比即卖101搁较悬，嘛拢真有可能。但是现主时21世纪，即卖巴比伦迄块土地生伫所位变做啥物款呢？巴比伦就是今仔日的伊拉克，今仔日伊拉克，巴比伦就是巴格达南边一处的所在。今仔日伊拉克变做是一个战争不断、战乱动荡的不安的所在，是一个全世界无人会当去处理、无人会当去解决因的问题，甚至。伫伊拉克有过去200年，真侪宣教师去遐传福音，甚至伫即个伊拉克过去嘛有超过140万的基督徒。但是短几年，对即个即伊拉克的内战内乱，即摆基督徒剩无到40万，剩30几万，表示讲有超过100万的基督徒拢流失去啦。所以因的主教嘛是发出这个危机，讲这伊拉克爱要求全世界的教会基督徒为着伊拉克，为着因的国家国土来祈祷，因为因的人民无人好好的当伫遐正常生活，常常就伫遐动乱不安。昨即个伊拉克的总理嘛才敲电话互拄当选的川普下骹，即个上下骹即个伊拉克的总理，敲互川普甲讲啥物？甲讲拜托川普来甲因处理一下，恢复因的即个中东遮的秩序，因真正是挡袂牢。川普毋知有法度扮演即个救星的角色，伊做一个美国后一任的总统，伊毋法度来毋知影有法度来改变即个国家的命运。总是咱对圣经来看，上帝早就注定着，即个历史会发生。不管地上的国偌强偌大，但是上帝要用天顶的国来审判地上的万国。伫最后巴比伦，来到伫启示录的所在嘛出现，所以对圣经的头到圣经的尾，咱拢看到巴比伦的存在。启示录17章、启示录18章，讲2摆讲到巴比伦，总是这2章讲到巴比伦2种无共款的代表。17章的巴比伦是代表宗教的巴比伦，伊所互咱看到的形象是一个妓女，是一个淫妇，是一个不检点的查某人。伊坐伫一个4粒头壳的4粒头壳的这个兽的身上，伊的头壳这个头拢有刻这个记号，伊所代表是一种迷惑人的心，用宗教的这个影响力来吸引人，将人失迷，互人失迷，定立到这个宗教的败坏中间。这是咱过去所看到，就是人因为历史的中间，伫旧约中间，因拜金牛、拜这个巴力、拜这无共款外国的神明，这就是启示录17章，互咱看到宗教上的巴比伦。总是18章启示录18章讲的是商业的巴比伦。第启示录18章讲到这做生意的人。因所爱做生意来赚大钱、发大财，这嘛是一种的大巴比伦。这种的大巴比伦就是靠做买卖，从巴比伦开始，犹太人去受掠到伫巴比伦70年中间倒转来以后，足够做生意。到今仔日犹太人为什么遮敖做生意，数学遮尔好？就是因伫巴比伦的所在，拢学到的功夫。到伫今仔日，遮个巴比伦，所以这个头对全世界影响，变成做是人无搁来信宗教。咱看到现主时，咱的青年，也是咱的遮后一代，无像过去拜拜夜香、走庙安尼遮尔迷。即马因啥物拢无信，拢信啥物？
信家己啊，拢信家己上牛啦，家己上了不起啦，连伊老爸、伊老母、阿公拢无伊厉害啦，家己上界伟大。这就是启示录18章，互人看到，因拢信即个钱啊，苦苦甲万年，倒位有钱，就对倒位去，倒位会当发大财，就是要想尽办法，上空上芳，就是要来赚大钱。这就是启示录18章，互咱看到即个商业的巴比伦。总是即个17章也好，18章也好，上帝互咱看到巴比伦的命运，亲像旧约共款，嘛要毁坏，嘛要倾倒，上帝嘛要甲伊来除灭。所以即个巴比伦就是注定爱倒落去。所以巴比伦不倒，神国不会好。咱做讲一解。巴比伦不倒，神国不会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伫地上，不管是宗教的巴比伦，还是为着金钱、钱财、商业这的巴比伦，拢袂当取代上帝国。咱袂当要服侍上帝，阁要阁服侍钱财，袂当卡大相存。咱就爱选择，咱是要行地上的国，还是要来行天顶的国？地上的国是啥物？地上的王要来治理，不管什么人要起来做老大，不管什么人伊要来称霸，成做世界的强权霸主，称霸一方，总是最后拢有伊结束的时，甚至伊的命运就亲像启示录17章、18章同款。上帝讲的是要进入到伫启示录19章，即个老硫黄甲即个火湖的中间，永远的沉沦，待伫迄个所在，永远的死无。总是上帝国是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伫主前就是第1世纪耶稣基督降生了后，一直到当成做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就是对埃及落来到当，以及上帝所禁掉的这个阿伯拉罕的后裔，到耶稣基督，到伫今仔日的基督教的教会，咱来选择爱知影，这是一个选择。这嘛是两条的路，总是巴比伦这个头到脚的这个伤，已经真清楚来显明。圣经安尼写，但是这写是2600年前，耶利米就已经安尼讲出来、写出来。2600年来，真正就照圣经所讲的世界的历史，就是安尼来发展。如果咱无明白，咱也无听清楚圣经的话，无好好来了解。检测，咱唔知影要对倒位去，所以为什么上帝讲以色列人啊，逃出巴比伦吧？你们要抢先逃离那地方。同款上帝呼吁嘛是甲咱讲，兄弟姊妹啊，上帝子民啊，逃出世上的巴比伦啦！不要活在世上的国，因为这个地上世间的万国，不管是美国、中国、日本、法国，倒一个拢同款。地上的国不能取代天上的国，只有进入上帝国，才是永远会当得到活命，才当永远生存的所在。但对耶利米书9月开始到今日是第7讲，咱看到咱的悔改嘛是有7个步骤。头一个步骤就是爱醒悟，第二个步骤就是爱合决心，第三承认家己的罪，第4愿意付代价。第5就要起来行动，第6就是要向主来认罪，第7就是要接受上帝赦罪的恩典。这7个步骤嘛，放伫咱的周报的顶悬，所代表嘛，互咱敢亲像看到一个头就是爱觉醒、爱醒悟，然后咱的胸坎就是爱决心，就是爱下定决心，爱承认家己的罪，然后咱的腰就是要。用真理的带子束腰，就是你爱听到真理，就是爱付代价，爱起来行动。然后咱的腿骹就是爱第6，就是爱骹头虎爱跪落去，甲主来认罪。然后第7就是爱骹前平安福音的话。上帝已经赦免咱的罪，咱来行伫平安的中间，无活伫罪恶的中间。甲咱隔壁兄弟甲伊照讲，上帝已经赦免咱的罪。上帝已经赦免咱爱传平安福音的话，咱爱传平安福音的话。亲爱兄弟姊妹，咱活了有平安无？咱有真正明白上帝已经有赦免咱拢总的罪无？
有真侪时阵，咱毋知影咱人生的路为什么会塌掉的。好，即张相，好，就是我阮兜附近迄个台北桥，好，台北桥呢，好，定咧上班时阵，好，拢会塞车。好，为什么塞车呢？就是因为中迄张是伫三重埔翕的，倒边迄张是伫延平北路翕的。好，为什么三重埔迄边的车拢无法度爬去迄个桥顶？是因为头前延平北路迄个青红灯，甲遮乌多摆拢挡掉的。咱个正边迄张呢是伫内湖科学园区，即嘛是甲台北桥、民权大桥拢共款。逐工上班下班时阵，真正读甲迷迷茫茫。咱的人生有可能嘛是定定咧塞车。咱的血管有时阵嘛有可能去塌掉的，即个塌掉的时阵，咱要去找出原因。为什么咱做即个袂通，要安尼祈祷嘛袂通？为什么咱人生头前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这所发生的代志，为什么即个世界上会变化安尼？圣经已经拢甲咱，我的书签搁背起啊！咱个圣经呢，拢甲咱已经指示了真清楚。就是咱若好好读圣经，安尼读落来，就知影即个历史拢伫上帝的计划中间。上帝毋是安尼凊彩哦，今年要安怎做，伊就搁想一套；明年要安怎生，伊就搁变一套。无，上帝是一条路，清清楚楚的路，就是对亚当夏娃、对亚伯拉罕、摩西、对大卫所罗门、对耶稣基督甲伊的使徒学生，即条路就是上帝国的路。掠条上帝就有活路，但是要活伫即个世间，活靠世间的地上的国，就算伊人若赚得全世界，但是连命拢无去，这全世界有啥物款的利益？巴比伦伊所代表4项，就是变乱的所在。巴别塔就是一个上帝变乱人的口音，伊个变乱的所在就是巴比伦。爱你爬去你顶悬，爬到偌悬呢？爬到上帝头壳顶，就是去甲伊翻破闹事的地方。好，这是世界的巴比伦。巴比伦嘛是一个拜偶像的所在。啊，你骹头骨甲伊跪落去，然后甲伊浸伊的皮鞋，要舔下去。这是互你一个最落力的所在。对你的身心灵彻底的践踏、糟蹋、蹂躏，互你一个失去人上帝的形象，这个尊严，最魔鬼的这个奴仆的所在，是一个偶像的所在。巴比伦所代表是一个拜金仔的所在，是一个拜金。过去是宗教，18章是一个商业，就是爱钱财，为着世间的钱财、金钱，爱你跳落去。伫即个马太福音第4章、路加福音，耶稣伫旷野受试探，魔鬼带耶稣到关山的顶悬。马太讲耶稣带到圣殿的顶悬，互伊看到世间的荣华富贵，一个是叫伊跳落去看天使来甲伊救。不管安怎，这就是一个互你陷落伫即个世界应有中间，互人失迷沉迷的地方。巴比伦嘛是代表一个毁灭的所在，伫启示录17章、18章，是一个将你放伫迄个硫磺甲火湖的所在，是叫咱去甲伊陪战魔鬼，爱咱甲伊做伙待伫迄个所在的所在哦。所以巴比伦代表什么呢？好，变乱之地、偶像之地、拜金之地、毁灭之地。好，咱做伙讲一解：变乱之地、偶像之地、拜金之地。毁灭之地，咱若无好好明白的时阵，检查咱会起反，咱会起来甲伊反，起来闹事。咱若无好好明白即个世间的巴比伦，检查伊嘛变做是咱的偶像，咱就骹头虎甲伊跪落去，就甲伊拍败。咱若无好好来明白即个巴比伦，检查咱就真正甲伊跳落去，沉沦伫迄个所在，无法度来逃脱。咱若无好好来明白即个巴比伦。最后，咱就甲伊做伙待伫迄个所在，搭伫硫磺甲火湖。亲爱兄弟姊妹，即个巴比伦变做真侪的形，对迄粒金的头壳落来，一直到伫今仔日，巴比伦犹原要伫地。巴比伦有可能踮伫教会内底无？嘛真有可能。伫教会内面会起反袂？伫教会中间会制造偶像无？嘛有可能，伫教会中间有人会爱钱无？无爱上帝无？嘛有。伫
伫教会中间有人会落地狱、流黄甲火湖无？嘛有可能。咱爱看会出来，到底巴比伦变做是啥物形？咱就爱悔改，就爱请悟，就爱落决心，就爱承认家己的罪。随往地上的国，对头到胸坎到腰到伊的骹，有伊的系统，有伊的 system。但是伫上帝国，嘛共款有伊的头、胸坎、腰甲即个骹，全副的军装，对救恩的头盔到平安的福音鞋，嘛有伊的 system。即个对地上的即个大业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伊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迄粒头就是基督，身躯就是教会。亲爱兄弟姊妹，咱拢伫上帝国的身躯的中间，咱爱将耶稣基督的头到骹底，爱完整来甲伊显露出来。就亲像上帝互咱通过圣经看到即个巴比伦王的像，嘛已经对头到骹已经拢显现出来。即马就是等候上帝的时间，伫天国的系统。毋是将即个变乱的所在变做是应允的所在，伫天国的系统会当将即个五常的所在变做是一个敬拜真神的所在。天国的系统教会会当将即个拜金仔的所在变做是一个蒙福之地。天国的系统会当将毁灭的所在变做是一个有主同在的所在。这是啥物所在？就是教会。咱来明白为什么咱来踮伫教会，咱来明白为什么咱来好好来读圣经，咱来了解为什么咱来好好来祈祷，为什么咱爱好好来谨慎，因为耶稣基督要过来。请家己隔壁兄弟甲伊讲，耶稣基督要过来。等耶稣基督来时阵，咱是毋是已经有够耶的油？到耶的准备，到耶稣来时阵，咱的迄个拍灯火也伫地，也是耶稣还未来时阵，但是咱的迄个灯火都已经花去啊，油已经无够啊，要走的路走未到位，咱就已经添加，也是失迷。亲像一开始，互咱看到哇，牧师要去爬山，但是伫山顶找无路，行毋着落时阵，安尼代志就大条啊。咱要去到上帝遐，要去到伫天顶。咱嘛是爱有准备，爱知影方向，爱听主的声，爱备办油，爱读圣经，爱祈祷，爱来坚固主的身躯，就是教会。互教会毋通起反，互教会毋通拜偶像，互教会毋通拜金，将金钱肯对比上帝搁较大，嘛互教会毋通。伫即个所在，无进入即个永远的所在，颠倒是进入即个流黄火湖的中间。今仔日根据耶利米书5章20节，到迄时，伫以色列找无啊，哇，歹势，我看毋对哈，这是华语哈，安尼咱做伙来读。到那时，在以色列寻不见过犯，在犹大也找不到邪恶。因为我要赦免我所宽赦的那些存留下来的子民。好，咱来就无有啊。到迄时，伫以色列找无过犯，伫犹大也找无啊。伫迄日，伫迄时，以色列的罪过差拢无，犹大的罪恶嘛找无。因为我要赦免我留落来的子民，上主安尼宣布。不过以色列曾经是非常的罪大恶极，但是上帝讲，今嘛我已经找不到他们的过犯，也找不到他们的邪恶，因为因拢进入无同款的系统，就是上帝国的系统的中间，因拢已经进入到伫即个福音的中间，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亲爱兄弟姊妹，咱爱明白，咱爱将咱生活中间的巴比伦，甲伊救出来。毋通互巴比伦掺伫咱的生活中间，掺伫咱的教会中间，毋通互巴比伦的罪恶、甲即个败坏、甲即个遮毋好的教，来伫咱的教会中间安尼一直教落去。咱就爱互上帝的话，互天国的好消息，会当伫咱的教会继续来流传落去。因为到最后，上帝伊要赦免遐留落来的子民。上主安尼来宣布，所以伫今日的这段的信息的中间，
咱会当来思考甲反省。咱真侪时阵，咱拢真会晓敬拜，真会晓学乐，真愿意来祈祷。但是讲到要读圣经，却读袂行，读袂落去。吼，咱即马耶利米书吼已经足无简单的。吼，有几个兄弟姊妹吼对牧师安尼第一章读到今日50章，佮2天吼耶利米书52章吼，这会当讲圣经内面吼上歹读的其中一本啊，已经读完啊。正真才读到即个历代志上下卷，即马嘛将将即个耶利米书读完。但是咱挑战咱家己，咱耶利米读了要读耶利米哀歌，哀歌读了要读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好读还是无好读？但以理书好读还是不好读？前面6章很好读，后面6章很难读，所以真侪人就爱读但以理，但是读到第7章以后，读袂落去，就读袂完。所以咱挑战咱家己看卖啊，对后礼拜日开始，咱要来读但以理书，咱会当用这12天的时间，将但以理书对头到尾来读过，配合咱即马拄读了这个耶利米书，好好来读，好好来听上帝伊到底伫这个世界伊要进行的目的，甲伊的旨意是啥物？互咱家己一个功课。要祈祷随时会当祈祷，但是这祈祷的代志是毋是有符合圣经？是毋是照上帝旨意？还是咱所祈祷的？拄好甲上帝要做的是倒摆阵，安尼咱就变做是上帝的对敌。第二，咱会当来思考，咱常常在处理一寡小块的代志，但是却毋知迄个大问题伫什么所在。亲像拄则互大家看迄个台北桥的迄个机车，吼，逐工就是读甲安尼。但是咱要安怎来改变即个大问题？小问题吼，小代志就安尼咱甲即个乌多摆吼，食50仔变做105，105变做150，然后即个食油的变做是食电的，咱就是在处理这个小代志。但是真正爱处理的是，为什么即个淡水河这个桥无够用？就要过来铺新的桥，做新的路，就要来疏散这个交通，要让互这个汽车的厝会当来分散，人才袂集中。即马内湖科学园区采伫迄个所在，根本就是叫大家去遐踏伫迄个所在，就要安怎改善伊的交通，甲伊的路安怎做好做出来。伫咱的教会嘛是安尼，伫咱的社会嘛是安尼，咱来去看到这个问题，圣经帮助咱。互咱看到是背后的这大问题，毋是只有咱的目睭前这小块的事，总是咱嘛爱来敲出，就是巴比伦今仔日要伫的。虽然这个国家伫伊拉克迄个所在已经无去啊，但是伊的影响力、迄个头壳、他的意念，还是继续的贯彻下来。不管是巴比伦的宗教，还是巴比伦的钱财。犹原伫全世界扩张，在各个强权帝国的扩散当中，继续在发酵，甚至嘛会伫耶稣基督教会中间，咱就爱谨慎。咱最后，吼，伫即个耶利米书，吼，咱有看到3个金节，吼，今日的金句讲，上神所留下的人，主必赦免他们。咱会当真做迄个上帝甲咱留存落来的人无？也是咱去互世界的巴比伦，互伊吸引，被他吸引，离开像迷失的羊，伫遭遍山满野，但是找不到回家安歇的路呢？耶利米书第1章第10节，咱用华语过来读一解。我今日立你在列国之上，为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咱对第1章就读到这个金句，但是读到耶利米书要结束的时候，咱才知影，原来上帝旨意不是只有对耶利米、对犹大的百姓，是对全世界。所以今仔日咱也听到这篇的信息，今仔日咱也听到伫圣经上帝安尼的话时，咱嘛是伫列邦、列国之下，还是之上？之上。好，咱的眼光毋是照伫即个世界的下骹的眼光，咱是伫顶悬上帝的眼光。所以咱会看到上帝要做的动作是拔出、拆毁、毁坏、倾覆。
最后上帝要建立栽植是上帝国，所以咱的眼光会无同款。最后上帝嘛安尼甲咱应允，就算讲列邦列国要攻击你，煞袂当赢过你，因为我甲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上帝所讲的。愿咱对上帝的话，搁一摆得到激励，搁一摆得到提醒，卖当深深好好来思考。不管咱的国家的总统选到什么款的总统，咱都爱祈祷，互咱的总统候选人，咱的这国家的领导者是行公义，亲像咱今日所读这个启文，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做伙来行。那么期待这个世界的领导者，真正会当好好来明白上帝，留存下来，不要变成狂人，不要变成那个撒旦的代言人，唔通互这个世界行这个定论的中间。教会有这个责任，为着这个世界的政权，为着这个社会，为着这个国家来守望、来祈祷。也教会本身嘛是爱谨慎。互上帝话能够纯正保留传承下去，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知影这个世界变化非常的紧，阮伫短短时间就看见圣经中间对过去的埃及到现主时的欧洲、美国全世界的局势，总是这拢早就写伫上帝你的话的中间，伫圣经的中间。总是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当好好来消化、来明白。上帝，你对圣经、通过圣经对阮所讲的，就是你要呼召一群人，会当谨慎伫地上来听候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是听候迄粒大石头要对天顶降临。等耶稣来，天顶的国要来取代地上的国。阮伫到耶稣基督的身躯中间，阮就要好好来起造。互耶稣基督的身躯教会会当来完整，会当来活出上帝你的旨意，也帮助阮，互阮谨慎耐心来听候主你的国来，互阮安怎样教导阮安怎样伫即个世间会当先行公义，先存怜悯，会当谦卑来甲主你同行。愿上帝话搁一摆来提醒，激励阮，帮助阮，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咱唱回应的诗，圣诗607首，减有平安，点世间有艰难，请起立吟全首。减有平安，点世间有艰难。祝福其心地平安，减有平安，亲人朋友所立，大家有主照顾，心免挂意，减有平安。痛苦到底，主应允保守，免抓梦失志，减有平安，将来经有不知，无论好好亲事有主导。要邀请苏琴继续来弹，咱要为着咱家己来祈祷，请咱为着咱家己个人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来听见主的声，会当来进入悔改的步骤中间，互咱愿意来行，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当听到你的话，互阮知影阮的人生生活目标，就要来对你，互我来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也愿上帝帮助阮，会当合决心，承认家己的罪。愿上帝你赦免。第二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祈祷。上帝讲，
上帝要赦免咱的罪，赦免咱一切辜负，总是上帝要互咱成做列邦的守望带导者。上帝爱咱为着这个世界来守望，上帝爱咱为着这个社会来守望，上帝爱咱为着这个教会来守望。亲爱兄弟姊妹，你是不是愿意听到上帝话，成做一个守望带导者？你是不是愿意付代价来为着上帝国来祈祷、警醒甲替候？求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看到魔鬼惨伫什么款的所在，互咱会当同心合意，亲自全副的军装，将魔鬼对咱中间甲伊赶出去，互魔鬼的计划，互魔鬼的所有工作，一切拢会当拢要失败，拢要见效。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愿感谢你开我的目睭，开我的耳孔，互阮知影上帝你所要进行的旨意。总是主啊，求你来跟照阮，来照跟阮的性命，无用阮这的现主是巴比伦魔鬼罪恶败坏，来吞食阮的教会、社会、国家，甲这个世界。互上帝你所要定着的旨意，咱来行。愿上帝你帮助阮，听阮的恳求，奉主耶稣的名来祈祷，阿门。最后，上帝讲：伊要甲咱同在，要拯救你。这句话不是只有伫亚利米的心上，也要伫每一个相信的人的心上，也要伫咱的家庭的心上。愿上帝甲咱同在，嘛甲咱嘅教会同在，甲咱厝内的囝儿孙兄弟姊妹父母三个同在，互咱拢当进入伫上帝国的中间。最后，咱做伙着咱家己的家、上帝的家、天顶的家，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阮要奉主的名，为着阮家己个人家庭、阮的教会来祈祷，因为你的话是应允，要甲阮同在，你要拯救阮，要帮助阮。虽无魔鬼要攻击，总是袂当赢过。魔鬼亲像后叫的狮，要敲吹通吞食的人。总是上帝，你要互阮来吞打魔鬼，抓到这的叶仔虫，互阮会当靠主的名大大来得胜。主啊，感谢你，互阮有权柄，会当来捆绑这一切魔鬼撒旦，互阮来赢过一切罪恶，无进入到这试探中间。感谢俄罗主，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做伙搁唱第3集甲第4集。有平安，比疼痛搁高甜。主应允保守，免抓梦是一致的心。第4集有平安，将来经稳在，无论好好深心有主同在。请坐，咱这个时阵要来奉献，咱今日的奉献嘛要特别为着身体中会常年事工部来奉献，请咱别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咱做伙来奉献。生命献给你，最灵诺言到即时，世间美丽献给主，归言感恩。
请起立。我的心为献给你，愿主龙潭你心。我会在面前你受死，当我也的罪去苦。听阮的阿爸天父，阮满心感谢你，你赏赐阮有平安，互阮今仔日会当来到圣殿学路敬拜你。你也赏赐阮有勇气，会当面对过去一礼拜逐种的挑战。阮生命的一切拢是你赏赐，所以阮要学习阿伯拉罕献上以撒，将阮生命所爱的拢献伫你的面前。求遮的金钱以及阮的性命，拢照你的旨意来使用。阮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阿妹，请坐，请集会长老来报告。平安，平安。新的朋友麦美云姊妹，来请起来。麦美云，请起来。好的。请坐，嘿。本主日是上年曙光的纪念主日，请兄姐关心大道甲奉献。陈牧师伊观因的老爸陈连坤牧师的著作《马可福音系统查经》的册一批如果兄姐呢等下结束了后，礼拜结束了后，伫1楼的教义厅会当来领取多谢地牧师啊，咱嘛拍拍来谢谢牧师哈。过来核心同工退休会21月30六，地点是伫台北甲基隆，对象是2024年到2025年的中级区长、组长、校长、队长的甲干事每一个人交100块，会当用赖的官方网站来报名，到11月26拜二来截止报名。嘉南教会的圣诞晚会22月14的拜六阴暗6点到9点，49号2楼表演的节目报名截止是12月初7，请交迄个报名表予张玉主任甲穆轩接书。2025年的福音夜里来请到49号的1楼去签名领取一个家庭1份也是伫周间的中间，也会当去干事遐领取，也有需要加购的要爱去爱的，请初心长老甲张玉主任每1份100块，谢谢。咱来看咱即个2024年的圣诞晚会的节目周报第2页。周报的第2页团德部的报告有意购买那个圣诞歌的，请伫个主日下早的12点前教会1楼服侍的同工来登记缴费，11月24来截止。财务部为了方便会友
来报税减少制作迄个奉献证明的时间哦。教会配合政府推动综合所得税的扣除额的电子化并且未申请这个资料的人来交同意书授权的同意书交予会计干事甲主任的干事。梦样的部门会注意11月17日下晡1点，2401的教室举行区长、组长的座谈会，新旧任2004年到2025年，拢爱来参加。社区的时间，11月13拜3 10点半到12点，双大讲座，主题是梦境心灵修复的伙伴，讲师是王荣义牧师。第二志工队，11月23下晡1点到2点半，2501的教室举办志工注册上课的教学，欢迎未领到志工的手册人，也是要参加志工服务的报名参加，鼓励会友来参加而且邀请社区的朋友做伙来。咱来看第2个后面教界的消息。新竹中会教育部的部长伫中级东港的训练，伫11月16日下晝9点到12点，地点是新竹教会，主题是基督教艺术甲现代灵性的观看，以古老的符号为题，本次的课程开放一般的信徒嘛会使参加。桃园2024年平安的岁末感恩音乐会，日期是11月16，拜六的下晡3点，地点是伫新屋国王演艺厅。要参加的请干事来售票。伫遮我来补充2项就是咱的即个周报即个奉献咱即马拢是放伫周报的封底，再有一个 QR code。所以咱会当用咱的手机来扫这个 QR code， 就咱看到顶礼拜对10月13号一直到咱的这个奉献拢放伫迄个网站上面，所以拢共款。啊是咱若无手机，咱会当伫1楼的所在1楼的公布栏拢会当将顶礼拜奉献的明细拢会搭伫迄个所在，目的就是要来节省咱的即个周报的即个纸甲即个版面互咱当搁较精简。第2嘛是来减轻咱即个重工咧处理这个时间而且咱会当用手机会当真容易就看到咱的奉献记录。如果咱若是用即个好牧人的赖系统，咱有注册，你嘛会当伫你家己的个人账号内底，看到你的奉献记录你会当看到你家己的，这拢是咱的教会的干事同工替咱起印拍入去的。所以咱的每一条奉献拢会搁较清楚，并无碰见。所以有的兄弟在关心讲，咱拢无看到奉献伫什么所在。另外，咱伫周报嘛有牵一条，就是讲咱伫教会中间，拢爱避免金钱的往来，特别是借钱即个代志。如果咱伫教会中间有咧鼓励讲，咱去买啥物投资啦，当去买啥物产品咱拢爱真细腻。上好是当甲组长，也是甲遮个区长，也是甲牧师，先照会通知了解一下。莫轻易的相信，特别是迄个钱额愈大，若是几啊万，甚至一届就要摕几十万、成百万要去奉献时阵，这拢请大家就要谨慎，爱注重，唔通因为讲这是会友，也是教会，就拢完全相信，因为咱教会人真多，出力的人嘛真多，咱的嘛这个所在参与的人嘛真多，所以伫遮来呼吁，咱请咱大家拢爱注意，咱的教会嘛有会友，顶个月嘛互人诈骗集团骗去，骗真侪钱，伊就爱做5-6年才会当还这债所以咱都嘛是伫烦恼的中间，所以请咱特别爱真细腻，咱即马假讯息、假消息真多咱就爱好好甲咱的钱爱顾好，甲你隔壁兄弟甲伊鼓励就是讲，咱爱将你家己的钱顾好。当然过后才会当好好来奉献所以咱就要好好来注意。以上补充，多谢。
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来做伙读。你迄日，伫迄时，以色列的罪过查拢无，犹大的罪恶嘛找无，因为我要赦免我留落来的子民。上主安尼宣布，耶利米书50章20节。以上，爱搁读一届，毋是吗？好。读一届来。第哎伫迄时，以色列的罪过查拢无，犹大的罪恶嘛找无，因为我要赦免我留落来的子民。上主安尼宣布，耶利米书50章20节。以上。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恳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渡过保护，假使我缘轻欠比是正，赞我搭你遵守你改变，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点，对找伊带是迷人，这是我的心配情梦。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帮助，甲咱三角伫地，互咱伫罪恶黑暗的世界中间，会当看到光明的道路，得到上帝引带头前光明的方向，会当行往上帝国来脱离地上罪恶、地上国的败坏，对即时到因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祷。